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紫菱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咁今集繼續唔係學命理系列紫微斗數篇。喺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如何喺紫微斗數中定命生二局同埋另外12人事宮位。今集我將會同大家分享紫微斗數中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環節，就係如何定五行納音命局。正如圖中所顯示，五行納音命局會分為水二局、木三局、金四局、土五局同埋火六局。五行納音命局喺紫微斗數中可以話係相當重要嘅一個關鍵。佢除咗直接影響揾出紫微星所坐落宮位嘅位置外，同時直接影響包括紫微星在內嘅14主星去安佈宮位嘅位置。仲有嘅就係大限入運嘅歲數，即係坊間所俗稱嘅每10年一個大運啊。咁當然影響唔止咁少啦，仲有其他影響。不過呢啲都係留翻遲啲嘅集數先同大家慢慢一一分享。咁喺定五行納音命局，我哋就需要一樣好重要嘅材料，就係你命宮嘅天干地支啦。咁當然定五行納音局數其實都有好多方法㗎。首先第一個就係可以用計算嘅方式去計算出嚟。我哋先將天干同地支各分成唔同嘅組合，再賦予一個數字俾佢。譬如甲乙為一組，佢嘅數字就係代表1啦；而丙丁為一組，代表嘅就係2。如此類推，戊己係3，庚申係4，壬癸係5。之後係地支，子丑午未為一組，代表數字係1；寅卯申酉為另一組，代表數字係2；辰巳戌亥為一組，代表數字係3。之後再將五行各賦予一個數字，譬如木係1，金係2，水係3，火係4，土係5。好啦，材料已經準備就緒，我哋可以開始計算。如果你命宮嘅宮位天干地支係甲同子呢，甲係代表1，子係代表1，只要將呢兩個數字相加，得出嘅數字就係2。之後對應翻五行所代表嘅數字，2係金，亦即係話佢係代表金四局啦。又例如話，如果你命宮嘅天干地支係庚同子，庚係代表4，子係代表1，兩個相加得出嘅數字就係5啦。對應翻五行所代表嘅數字係5，即係土，咁即係話呢個人嘅五行納音局數就係土五局啦。咁但係如果得出嘅數值係大於5嘅話呢，就要用5去相減。例如你命宮天干地支係庚辰嘅話呢，庚係代表4，辰係代表3，4加3得出嘅數值就係7。咁由於佢係大於5，就要用5去相減，得出最終嘅數字呢就係2啦。而配合翻五行嘅數值呢，2係代表金，亦即係話呢個人嘅命局呢係金四局啦。咁當然仲有更加快速嘅方法，就係根據以下嘅60花甲五行納音對照表，揾出命宮天干地支所屬嘅五行啊。例如，如果你命宮嘅天干地支係甲子或者乙丑嘅話呢，咁代表嘅五行納音呢就係海中金啦。只要如此類推，就會揾到你自己專屬嘅五行納音局數。咁除咗呢兩個方法之外，其實仲有其他方法，例如掌中定局數或者定五行納音歌訣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嘅話，可以 click 入以下連結聯絡本人，獲取本集紫微斗數精美免費簡易筆記一份。當然亦都可以聯絡本人，獲取更多有用同實用嘅玄學資訊，例如來年生肖小運程、家居風水佈局小貼士咁。下一集我將會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安命主同身主呢兩粒星啊。今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即係 CO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啊，咁就會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忙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